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早上的灵修影片，我们今天是6月21号，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我们的灵修的活动，因为爱你，我们期待每一周当中，每一天早上，或者是每一天有一个时段，我们可以来读上帝的话，并且把上帝的话存放在我们心里。我们来读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一起来读，翻开圣经来读，或者是我们可以从投影片上来看。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19篇113节到128节。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语。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我好遵守我上帝的命令。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使我存活，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求你扶持我，我便得救，时常看重你的律例。凡偏离你律例的人，你都轻弃他们，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滓。因此我爱你的法度，我因惧怕你，肉就发抖，我也怕你的判语。我行过公平和公义，求你不要撇下我给欺压我的人。求你为仆人作保，使我得好处，不容骄傲人欺压我。我因盼望你的救恩和你公义的话，眼睛失明。求你照你的慈爱待仆人，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这是耶和华降罚的时候，因人废了你的律法。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你一切的训词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我却恨恶一切假道。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读的诗篇119篇，它是一首字母诗，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希伯来语的每一个字母都可以成为它的一个这一首诗的一个段落的开头。那同时它也是一首以色列人他们在阅读律法的时候，他们所读的这个诗，或者是所唱的诗。那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诗篇是有如这个赞美诗集或敬拜诗集一样，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所唱的一些的歌曲。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常常提到，在箴言里常常警戒跟告诉这些的以色列民说要敬畏上帝。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或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常常看到敬畏，而敬畏的方式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遵守上帝的律法，不能够偏离。所以我们从今天的这段的诗篇可以看到，这个诗人他透过上帝的律法，他遵从上帝的律法，并且他能够很战兢的惧怕的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看上帝的话能够超过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很多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甚至有很多人是不怕法律，不怕一些的权力或是权柄的。但是我们需要能够提醒自己，我们能够顺从这个世代的这些的权柄或是这些的律法法律，原因是因为我们以这些当作是权柄从上帝而来。所以并不是我们去遵从人的律法，而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而透过这个权柄，上帝治理这个世界，上帝来治理让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能够按照它的规律跟次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领受上帝的话并且去遵行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有了规律跟次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按照上帝的话去生活去行，以至于我们能够来有规律跟次序的在生活上面能够活出上帝的恩典跟生命。那特别这里提到说，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黄金。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上帝的话更胜金子，更胜黄金。愿上帝帮助我们平安。